迎收听9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斯拉记的第6章，重建圣殿的神迹。重建圣殿的神迹是神恩典的蛛丝马迹，是神一路引领的痕迹。我们领受到了吗？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23节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如果我们所相信所倚靠是那信实，不会摇动，甚至是富有弹性，让我们可以在那地震当中不会被震倒，虽然摇晃，但是非常安全，那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保全，我们所指望的就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信实的神，他就是让我们在地震当中能够仍然被保守，能够仍然有盼望，能够仍然有机会的神。当我们回想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我不是回应神心意吗？为什么我发展如此不顺利？就好像今天我们读以斯拉记的前面的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只要换一个王，就有人要来阻挡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工作，而且是一直持续，甚至都停下了这样的工作一段不短的时间。然而神的心意却是信实可靠的。透过今天这一段第6章一开始，大流士他接受这些以色列人上奏的奏书，然后就命令要去找到这个过去的记录，还真的找出来了。所以记录真的很重要，透过记录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决定，以及我们所经历的恩典。灵修的笔记，讲到的笔记，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。求主来带领我们，真是透过记录来经历他的恩典。而今天就是透过记录，以色列人原来被停止的、被停工的，又能够开始重新启动。而在这个重新启动之后，我们看见在这个记录里面，上帝感动过去的波斯皇帝古列王、塞鲁士王所做的这个决定，如今继续的祝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。他们真的就在大流士，也就是大利乌王，他第6年的时间完工了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。而就在这其中，他们在这里建新堂，并且在第2年的正月14，这些流亡归来的人民，他们守逾越节。在这里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离弃可能过去，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没有被掳，他们就在当地与当地其他的宗教混杂，他们离弃那些其他的偶像，回转到神的面前。就在那里，他们一起守逾越节。这段经文其实非常的重要哦，因为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第一次守逾越节，也代表了一个新的生活、新的世代的开始。还记得吗？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，他们也在那里守逾越节，那代表他们身份的改变，也代表他们是上帝子民再一次的一个印证跟记号。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回想自己在那个不顺利当中，在那个挑战跟困难，甚至我们不用回想，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如何来回应，如何来思想，如何
来感受神在这其中的带领呢？有一位牧师，许多人知道，刘同牧师，他就曾见证他自己在那个买会堂的过程，经历神恩典的带领。他以为他找到了合适的场地，而且就在找到之后，全教会也签约了，但是后来他们没有搬到这个场地里面，而且这个场地它其实原来是基督教大学，不是很合吗？很契合吗？买了签约之后，不仅没有搬进去，还遭到当地人士的反对。在这里居中协调，甚至禁食祷告、行走祷告，好像许多人讲的神似乎都没有回应哦。神是真的没有回应吗？就在那个时间里面，持续的寻求神的心意。或许在那当中我们会自责，我是不是做错决定啊？我是不是这个是错的啊？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？我是不是我们要看昨天的迦南之声那个金句，可以再读一次半年之后，神带领刘同牧师告诉他，就是这里，更大的场地，还有更大的心意。更大的场地是后来他们不断的教会持续的增长，然后持续的这个宣教的工作，结果他们整个场地只用到整个场地的一半，那另外一半空荡荡你们就是很浪费啊，就是你们那个没有想清楚啊，竟然买这么大没有用啊。人的心可能是这样想，可是到了这几年刚好遇到疫情的时候，这个容留空间呢，神竟然使用这个将近一半的场地做什么？做这个物资的预备跟发放，因为有许多人他们很需要，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，要买东西不像台湾这么方便。神就是这么奇妙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不顺利，我们认为的空白，我们认为的困难，甚至我们认为的失望，若是我们持守在神心意里面，去寻求他那恩典的蛛丝马迹，他启示的蛛丝马迹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他回想，他说这是神容许我们成长的空间啊，是神一路牵引的过程。所以当我们回应神，真的不在于我们成功或失败，而是在于这位信实的上帝，他的心意是如此吗？求主帮助我们领受那不动摇的信心，使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处境当中，让他来引领我们的脚步。或许我们会经历像今天以斯拉记第6章美好，让人欢乐，让人的心被鼓舞。我们再次来见证神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你透过列国列邦来见证你是这位掌管历史的主。你不仅掌管历史这件大事，你也掌管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的小事。就在那个小不顺利，就在那个等待了很久，可是或许这件事也不是什么人生大事，但是我们心里面却觉得很在意的时候，主啊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你不仅与我们同在，你更是透过这时间跟空间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根有基的成长，就好像运动中训练肌肉那样的成长，就好像植物接受灌溉，接受日晒雨淋之后，发挥出那个韧性的成长。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说，我们的信心不足，我们的时间有限，甚至我们的空间也有限，但是在神你的时间表里面，
主啊，你使用我们每一个经验，即使是我们觉得失败的经验、丢脸的经验、困难的经验、绝望的经验、拒绝的经验，神你都能够使用，让我们在这过程中被主你来医治，被主你来安慰，被主你来保抱，也被主你来兴起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要特别为33号的新堂来祷告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空间，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属灵的生命空间要被扩展，要被扩张，成为主你心意中那贵重，那让神来带领使用的器皿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主赐福你，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特别是那觉得很有挑战、不顺利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寻求神的话语，在他话语中那恩典的蛛丝马迹要临到你的生命哦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